澳乡基湖地方池是民众运动休闲的好所在，不过真要看这湖水湿水难怪怪，旁边有真侪被死去鱼仔，有真侪民众反映，超2礼拜之前地方池就开始有鱼仔死去，警察队嘛赶紧来护鱼仔，不过鱼仔死去是愈来愈侪批，警察队嘛是通报予县府环保局来采检水质调查原因。那个因为水质的变化了，还有那个含氧量比较多的，已经有打捞过一次了。 还有陆续再死亡，然后再继续打捞啊。湖水湿水落落，警察队初步判断地方池应该是因为最近天气烧热，无落雨，佮加上水内底养分受测出现油氧化现象，造成鱼仔死真侪批。到进水口还有中间的水质检测跟出口的水质检测3方面。希望地方池鱼仔死去事件会当赶紧解决，若详细原因，待等待检验结果出来才会知。 Hello， 我是雷亚。想要抢了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